有悲有不成。今日我要讲的经是情，这个情啊，不达有讲一条经，伊讲啊，要找一个人啊，真正有情的人啊，真正艰苦找。安尼，咱来想起来看，虾米是叫做情？啥讲啊？你对待我真正好，我应该就要再讲你情真正好，你教我个安尼，了我袂使做虾米物件伤着你，唔通互你去起哄虾米，像甲咱的阿嬷。甲阿爸呢，咱的爸母伫教咱啊。头一项，咱的做囝啊，咱要对待咱的爸母啊，爱真正有情才会。假如若是真正有情的人啊，你是一个人是真正好的人，好啊，是真正好的人。离开了世间，正式你是天顶的人了，去天顶的人。这个情啊是真是，所以来想看一个人，若是讲啊，一个有情的人啊，伊是真是修一个行，是真正苦的行。你虾米事在？你伫骂我，你伫讲吵我，你骂我虾米？我无起哄。我想讲会晓吞忍，人讲忍足吞忍，这个款的行是真正悬的行，行面上讲 austerity 伊真正悬的，安尼款的人啊，要跳出苦海是真正紧的人，所以不但有讲伫这边啊，堪地巴拉芒达波蒂蒂嘎。Nibbānaṁ paramang vadanti Buddha nahi papajito parupagati samanohuti parang vihetayanto。伊讲若是会晓修这个行啊，就会晓忍足吞忍，这个真正关键的修行，了会谈到立团。这个就是第一关键的快乐。这个经是达达的不达本渐加入是这条呢。这人未晓做，就是讲话，伊未晓修这个忍足吞忍的行，伊真正艰苦谈这个。所以咱来想看，一个人啊，伊若是有情个人。想个人的好，伊个人啊，就是想讲啊，要接受佛的加持是真正快。你看咱的沙利不达，咱就讲咱的沙利佛啊，这里不达讲啊，安尼这个回想啊，沙利佛啊是真正有情的人。你虾米事有自己啊，掂无掂这沙利佛？这沙利佛啦，伊看到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故事本是真正老了过，伊徛伫咧老人的面前，这老人个磕饭，互这沙利不达可以食。安尼一姑娘夹这个饭互伊啊，伊会记讲这个老人巧是巧。你徛伫面前啊，伊甘愿伊饭伊磕，互人食。咱有一日啊，不但看到这个老人啊，老是老，但比伊的心是真正好。了伊讨讲要做和尚，无半个和尚要接受伊，尼达达的和尚看到这个老人讲，安尼老了，佫才要来做和尚，无人爱接受伊。咱自己啊，不但到底人的面前讲，你人会记无这老人有
伊有捌互你人陪虾米无 ？And then 你看塞鲁布达会记讲，我会记伊较一身落陪互我。到那是安尼，你通来伫讨要做伙上，按照你人无半人接受伊。And then 买来布达这布达讲互塞鲁布达听，你有接受无？塞鲁布达讲我接受伊。And then 你看安尼老啊，伊听布达的假释，咱塞鲁布达可以做伙上。And 你看，这无就久呢，这个老人叹死过罗汉。所以你有当时你有时看老人啊，因为心爱做好啊。咱本袂使看衰伊啊！有个人讲老了老毛了，唔通安尼讲的话。第二项你看塞鲁布达，伊去倒落啊，伊看着，迄条时伊也未行佛理，未行佛理的时啊，伊逐月会记一个会上，达南5个米九先生有一个名阿嫂子。头一个啊，塞鲁布达伊是做外道教的人，但伊看到阿嫂子伫行路，真正庄严这个回向。And then， 伊在看到这个回向行呢，伊到底对这个回向。咱迄个回向食饱了，塞鲁布达就挖去，来讲慢点，我看你伫行真正庄严，就随时咧神圣。And then 这个阿嫂子讲的话是呢，我的先生教我人这个按照要按照管。And then 啊，伊才讲你讲互我听，你护理真正济讲加减互我听。And 你看阿嫂子讲几句话呢？讲我的先生教，拢总是对原因结果。And 按怎要切对这原因结果，伊本有教。安尼呢，真老古话呢，咱的这个塞鲁布达成一个罗汉，咱买来啊，伊看咩吹佛，然后做回向。特别伫做回向的时，买来布达成这个塞鲁布达做一个第一关顶的道地 first disciple。你虾米事？伊国家系员工，把日伊来做回向，伊要做 number one chief disciple 来。今日你看伊来做回向，那不但生伊做 chief disciple 第一关呢。特别关是关，你看逐个伊看安尼做回向，因来看到阿嫂子伊举手行礼个阿嫂子，虾米事伊行礼个阿嫂子的？因为伊讲啊，这个人啊，因为伊教我短5转呢，我成了一个罗汉。And then after 我成一个罗汉，我一心有影要来对这个佛的家事，佮上尾来伊成4个罗汉当中，所以点会记一点情。他那咱来想看，佛讲啊，咱爱有情，有情个最。头一项啊，咱要有情到佛，安尼你来想看，咱的佛啊，4个阿千几劫，甲100千大劫，伊伫受苦，这受这个10个波罗蜜的苦，你人听这10个波罗蜜的经23条，我有讲，安尼你看，对了这10个波罗蜜的苦啊，佛的心点虾米啊？爱度众生，伊无想甲伊家己，所以你看，佛今日伊教咱这个佛，这个叫做达玛佛法，有了这个佛法啊，今日一个人若是对这个佛法啊，对浅，伊是稳去天顶的人；若是对较深，伊切迄个贪嗔痴，伊跳出苦海，唔使过来出事。所以我来想起来啊，因为世间有出一个佛，伊会凄惨个安尼样，凄惨个300买来啊，伊才成佛。因为边要谈什么啊？要谈这觉悟，来教咱来跳出这个苦海。所以咱做虾米物件，若是对这佛的家事，
咱是跳出这个生老病死。所以头一个情啊，咱就要对佛的假事，咱要对有情甲佛，唔通讲臭佛。所以咱若是讲臭佛啊，咱真条苦海，真正久，数百年啊，咱袂跳出苦海。所以头一项的情真正大。第二个情啊，你知无啊？成讲啊，我人出家人。我人伫教路人日暝伫做好，特别我这边教路是虾米事？因为真正济人逐个看到我人，伊人保持，你人互我食，我无虾米通互你，我特别有情。了我情啥物啊？我无甲你讲感谢，你互我陪，互我三陪，我无甲你讲感谢，为啥毋捌讲感谢？伊讲沙度沙度沙度，现在现在现在。你会晓饲我食，了我无虾米通答应，我讲经互你听。你人来听了这个经啊，结尾你人跳出这个苦海。所以第二个情是安尼，第三个情是追来，你人就要有情。阿嬷甲阿爸，阿嬷甲阿爸，互你虾米你消化。你出世来有妹妹细细食，特对你嘛，互你食零，这零伫倒落来，伊食的包囊中落伫这个零，伊互你这个物件，饲你甲300类对你零。第二项，伊煮食互你，教你食，对伊教你食。后得咧，你大汉了的时，有当时你去大学，你对来的时，阿嬷甲阿爸就听讲你对来，有当时阿嬷半暝起来，滚一个烟雾，3点4点伊滚了伊起来，他定5点6点讲，到位起来食咩烟雾？哎呀，我爱困啦，买啦。我要伫煮互你，所以这你想话阿嬷做虾米啊？伊爱你好，烟雾毋是偏的物件，是贵的物件，伊煮互你食。你想看，食伊顾你条条，你3块伊洗互你，你3块破就是买互你，阿爸阿嬷买互你，你大到了啊，伊互你一个房间。伊互你风扇，有只网大，伊顾你条条。有当时人无条网大，猫互囝伫大用。你破病，你消化，追伫顾你阿嬷甲阿爸。这个物件甲了是对伫倒来，对伊人真正受你。你做囝儿，你特别有情。日暝渐渐做好啊，这个物件食清大破病，甲了伊顾啊，了我要安怎有情？我通啊乖乖，唔通做伊激气。虾米物件应该甲我做，欢喜心爱做，这个就是有情的人才有安尼。你唔通讲到位都拢扫地，那。只敢教我一人啦，所以呢，了就如灵。所以这个物件就是无情的物件。你想话伊对伊拢总做，伊伫洗了3块，伊有捌命了无？而是伫食，互你伫食，煮互你好好食。你伊捌讲你无？真正欢喜要互你食。今日伊教你淡薄物件，你透支伊，你如灵的目睭大泪。所以这个物件是讲伊真正无情的人。今日我听早3、4日一个人，今日你来想看，有的人啊去来出事，这帮的囝啊无啥啊古早的人啊，真正礼貌真正济。你人来看当人册这24号，24号真正好看的故事，你看。有一个人啊，伊看伊阿嬷，渐渐互网架，了伊个唔敢拍网，伊安怎做？伊入去网架，到底穿一底裤，
了是出在互你帮啲家，饲到你帮爸爸了，伊讲阿妈你去困，所以嘛通困，这个是行24孝。啊，你去看有时冲顶，前个日我嗰啲爸我看啲冲顶，你看一个好个嘢滴孙蛇孙出来，伊个人话妈嘅只孙啦、独龙啦、滴长我出咁多孙，就样唔知叫下面就好个滴孙出来。哦，嗰时有影无了啦，唔知啦，就会讲你讲起来24孝是真正 important，because 这个是对情。所以今日来看阿爸阿妈的情是真正大。特别我听讲他啊，早几日一个人啊，伊饲一个囝，这囝在 Form 2啊 Form 3，and then 伊歹生的牙齿红冷 ，and then 自己敢唔甲伊阿爸咬落咧，佢自己我听讲伊来斗啊，我听，伊招伊阿爸爸出来相拍。哎，你来想看，这个囝要招爸爸相拍，伊来拍人，伊谈什么？伊来拍输，伊是唱。Actually， whether 伊有拍人是拍输啊，地极写变了。and then 唔知要大偌久，就是看伊会安怎会红人会安怎啦歹。所以今日我要讲你听，才有情对付。对你先生的家路叫会落，and then 对咱的爸母，特别要讲起来，这个三项啊是福真厉害。and 你还没说啊，伊家路甲300永远都跳出苦海。and then 今日落来回想来是家路你对咯，你本是跳出这个苦海，特别唔是伊搞，伊隆中所家路的。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阿莫话讲啊，正福讲的话。and 你人那是对了，你人结会跳出这个苦海。and 阿妈要笑你是笑，伊教你，好你快乐。and 你再无静下久啊，古时伫看病点听。我捌去一间厝叫做Kampung Selamat， 到伫达西古鲁高。and 迄条的我去的是1960几年，迄条的是我讲你听，这个手足啊，一担100斤，马路只5块银啊。and 迄条人是真正巧。and 我捌去一间厝啊，去看伊囝。and 迄条要我真正的点声，我看 actually 29个我去。and 今日是人讲啊，伫围路的点声，一只鸡抬。and 你看伊大步囝，一个腿，一个腿。and 拿来阿爸阿妈伫食命，阿嬷滚鸡骹喙，甲一个。鸡头壳，所以你来看无，你想起来真正济人啊无明白，爸母啊真正小囝，这个是natural自然的事，特别囝无摕来想，讲爸母安怎笑伊，啊你若是会知这个物件，你要 follow 这个啊，你看。真正 wonderful， 有当时你食这个物件，你看你爸母伫到底鸟互你食，你捌你才知讲，我 father and mother。actually 不但讲 mother and father， 伊无讲 father and mother。mother 顾囝较厉害，所以你看这个物件，咱来做囝子啊，唔通讲对爸母无讲有情甲伊人。今日我要讲的故事，就是讲这个情啥要紧。actually 若是讲这个情，若是有啊，一个人会知看。有当时禽兽甲人，禽兽比较有情过人。像淡薄你囝招啊，把来相拍。你来想看，你饲一只狗就好，你人若是有厝内有狗，你安怎做啊？你拍这只狗。and 你看伊会尾揪落去，and 嗷嗷嗷
那到底桌顶卡，来他顶你来叫，咁你起来，伊起来，咁伊起来伊惊，伊救看咯。咱们是看教啊，你按照拍伊啊，伊无讲反对你要教你就对。所以我想看评价这个禽兽甲人啊，有当时禽兽较有钱过人。这边我调直要讲几条的故事给人听，因为我知讲 BBA 真喜欢听这个故事。多这论中经不大教，伊讲啊 ，gratefulness of animals and the ungratefulness of men。伊这条经一条直讲啊，禽兽有当时较有钱过人。这帮我讲我听。世界直直变，天时直直热，你看政治啊，咪拢种人complain直直热。这个就是对的道路啊，他那世界你看直直变。变好还是变不好？变不好。怎变不好？我讲你听。今日你来看人去道路啊，生个囝有好爸母有。甲比少，较无效爸母的真正济，无效翁人也恰，真正讲起来无理由，有时让来让去，骂来骂去。我有一个朋友，饲到一个囝白粉，咱伊甲伊妈讲，妈妈，给我15块。要去买白粉，咱个妈搭过多拢，买来自己个妈讲无了啦，妈，我甲你讨好15块，你买互我呢？我做一项物件，互你知吧？你才知讲拍，真惨。你讲我都无就是无啊，所以举一个铁腿。规间厝一玻璃破解了，砰，行出来。这个你看有啊，我有影无啊。咱你来看，这个是安怎？伊讲你戆无妈妈，我甲你讨15块，你买好，他人你要开200-300块。看你戆大无，伊买嘛，你戆大无，你来想有理由无？这个是戆一枚嘛戆大，你想我有理由无？所以you can see the world 看啊真正乱。你人查某人本知，古时你人要做囡仔较老的安弟，你每看，古时要教人的是我鸟好无？看啊你无啊？你若是讲你要娶新妇啊，你暗鸟就要去问啊，喂，新妇好无？我新妇好无？所以 you can see the change is going on， 拢总甲了真正变个安尼啊，所以人通啊真正无理由。所以 you must understand， 这个甲了是虾米的 ？The world is getting wicked， 天时直直热。你看5000年前嘅事啊，撒哈拉的说拢总是沙，拢总是有长有虾米。今日你看拢总沙个了，直直变，虾米所以变？人心直直恶毒，咱都看福建嘅再来，人嘅恶毒，天时直直热，有时冷真正冷，无应该冷一冷了再来甲人就咁哭卡啊！咱若是热嘅东西，越热个都未打寒，这个就是不大讲啊 ，because of the 即人直直来直直读，咱天时直直变。And even 翁公本直直变，本翁公话说，像牙齿本有歹本有，福建再来有讲真济，所以这条经不大条地讲，伊讲你看，伊讲啊，禽兽本较赢过人，咱这边，伊讲这个是，伊这叫做本性经。有一句伊讲古早的点声，伊讲啊，有一个所在大伫印度，大伫幸福港，遐边500个叫做杜岗茶杜岗甲变德，
这个甲边岛啊，搭过都去的是这个幸福港，用船去了去站这树桩这巴站了做这放料，做伙放料，人就过去的巴位啊，大咗3-4个日，4-5个日，差无姜本对去。去了去大啲巴去斟茶了直直扣了只用咧水啲流是对落来，然后你人起厝互人，了就放来了，又个去啲这幸福港，过去斟只茶。这个5百回，这个叫做甲边岛是茶缸安尼样，伊人大日啲安尼做，特别有自己呐掂无掂。一只桥的行，咱去搭到这个结实的长刺的长，这个巴的刺有当时真正深了，真正长了，一搭落去，再搭落去了啊，桥都袂晓去凹起来啊，所以直直卡直直整直直大，直直整直直大，伊叫 septic infection。咱按照一直行3个卡直行。咱你听到这个500的这个茶缸，伊调伫挖去迄边茶缸的位，这甲边底位，咱伊做三卡的行，咱到咧迄边的位，伊倒落去，了互人知讲伊卡正。这个茶缸真正好，看着这个桥伫3支卡的行来，咱就挖去。了过来伊查出来，你到底一条挖去，面是要叫人来倒笼呢？就倒落去了，伊人过来伊查，伊人以后个刮，可以慢慢流出来，了，伊人用这热布直直洗墙，了下油水，下到4-5日过了后，这只桥好起来。你知伊是桥呢？伊好起来，就安尼好起来了，人家做，大日伊去倒笼这茶缸，伊人斟茶，伊去倒拖，那人伫顾，伊变来甲变去，挖来甲挖去，伊伫顾这茶缸 ，spend a time long 中日来顾这茶缸，顾到尾来啊，几若年了后。哈咪时要顾这人，伊就想我应该是死了的，我较真干的大，这个人倒笼我要有情，情面啥？你会记，唔通讲你送我路人我有情啊，妈在我送我也无单独对啊，这个无安尼，伊人会记到 towards the end，that is called real gratitude。你唔通讲你送我淡薄了，我嘛就送你淡薄，都搞了 OK 所以我会看 this sort of 这情啊 is very wonderful。咱伊到伊老了啊，伊会记有一只囝，所以调伫一日大啲爸做嘅工好时了，伊入爸了去找伊囝，伊嘅囝是白墙面啥？意思是真正好的咧，真福气的这个桥来，所以带伊囝来。你带伊囝来咧，就讲互伊甲啥好，甲边底知讲，你倒拢着我命，了我今日老了，我通要过去伫巴位了，通我带来这是我的囝，这个是采起囝来，真正福气的囝，我放这个囝互你。哈咪物件我逐个伫做，他那一个囝要倒脚手路，咱这大人看了真正欢喜，所以这个老桥就入去，来这个少年桥入就来，咱这个桥啊真正好，伊真正顾这个甲边底这个茶缸，对，了大日若是只爱是啊。500个，一人一身路，500个身路，所以这个桥啊，摊食伊人会赔，所以这桥囝本摊食会赔。咱做工了，大人去讲涨额，这个桥本对去涨额，
咱向边抢，在甲边个囝，伊本家在囡仔佚佗，拢总斗下手，甲了真正高，真正好。了这个巧囝了，伊是本来是white elephant是真正靚物件，你人看了1000斤本起数把才一只巧的数。咱你看。有一只个若是白的鸟，伊若是放屎的，意思是叫做，那是特别的鸟，伊的屎也无四山放，伊若是去倒落长下，伊长下出来，伊要放屎，伊定要起来来放。有的人无，有的人来去长下讲了，若要放屎，大啲讲了本放啊，啪，了下面一堆本啲长下啦，这样物件。所以人这叫做 secret elephant 啊，伊人无四山放屎的，伊人的屎线无相，所以逐个放伫大的所在。所以这只鸟一日掂无掂，伊逐个放伫顶面。特别有一日饮水了，这个伊放的屎定了、大了，对这个水流了去伫江下底。调到一个树丛的位，但那伫乡边啊，伊本唔知，这鸟本唔知，所以后头咧啊，这个鸟啊，这王伊有真啊几只鸟，有一只王的鸟拢总去伫江要去长下，这个长下嘅点啥人味到这个白鸟，这个白鸟会使。伊只味着这白鸟，搭只鸟唔敢落去，尾揪起来，想讲看到物件唔敢去散步，走搭咧走。咱呢人就过桥人讲，哈咪数这个桥拢总走，了去查看，看到这个桥屎，伊知讲这个是白鸟，所以伊人就坎咧去讲哦，这桥头，这桥过桥的人。去讲个王条，王，身边有一只白的鸟，咱的鸟就入去看了，伊人唔敢落去讲，啲落去讲啊无了物件，伊人才敢落。咱王调伫本正拼去，再讲这个白的鸟，white elephant 真正艰苦找，我调伫去找这个鸟，这个白鸟。所以去推点声，看到这个茶缸伫斟茶站下面，了这茶缸问讲：王，你来到这边要做咩？你袂茶讲我人会按搭你去。伊讲我今日唔是要来找你人，我是要来找这只鸟，白的鸟。尼看到这只白鸟，伊讲我袂这只鸟。你讲今日是安尼，你袂你提起啦，我人互你这只鸟，你点做工互我人。你看，你王就讲要去啊，伊卖去了啊！这王都无人，哈咪说你卖去，一搭路唔对，所以这个鸟囝就讲，你着。我的情还无了，你要带我走，你就要还这情。这个甲边个，甲伊的囝，甲伊的某，我爸的命伊救着。今日我做囝要有情甲尾。了到那时安尼，我做了王接替400千，下伫一个卡，400千下伫一个卡。400千系伫一个卡，4支卡，甲伊尾，甲伊头下，咱下了拢总叫伊行，still 伊个卖行，伊讲伊某甲伊囝，所以你就买3箍样的某伊囝，好掉啲了万律啦，这个鸟收尸甲伊人，你看伊要收尸的时啊，伊行有哪行有哪滑头。这个物件真正来咯，就你看古时，你人听话古时我伫大伫巴先生我伫出来的时，你看这个经过不啦入来要搞啊，我笑虾米啊？我的就比老无像我观看不大话讲虾米？
有一时你是我阿爸，是我阿妈，也是我后生，也是我查某囝。今日你失败了，你做抓，我今日做回想，日内的拼这先要跳出这生老病死，卡咩啦？你请起来，你看伊来个都 fit 攞卡机，你看伊头放落去，叫伊来教我死，我走唔落去，所以教我死特别好看，都放落了啊！我看到伊面目30刀，都面目了啊！伊弯去，慢慢行，行到无着久啊，伊个回头来看咯。所以我看着经过不啊，经过不是一只叫你啥人，真正咩伊走啊60几条一点钟，真正咩物件。所以我看。伊本会 understand 讲咱小伊啊，伊无做咱，所以我人到底巴声呢啊，我人有一条经验，这抓这牙工这枪也无教我人，这是叫做看他输他。所以这个枪囝就对着王对了啊，王真正欢喜，因为这个白枪，你来看这1000斤你看，这白枪是真正宝物件。伊去到那边，伊国家一直发达，一直美，一直好。伊看这只白枪上甲伊安呢，伊好什么呀？伊经典，伊这国家，伊分一半互这个枪，伊枪大的所在啊，隆重伊系花系决定系虾米隆重，可以大真正爽伊看伊像个兄弟啊呢，所以因为伊烧这个枪，这效果是宝物件，伊国家真正发达。特别做王时呢，你若是有地的时，如果有这个Hokkien物件，无人来做人。了伊有查某人掂无掂要生囝，到这要生囝了后时，这个王发病煞死。这死了啊！这枪，伊人无好这枪再讲，这个王死了，咱你再无隔壁的王笑讲，这个王死了，伊个无囝，了伊人要拍这个国，就拍这个国了时啊，就是讲伊人预备入来要拍，就入来要拍点声，这个国家就讲啊。我人是我人的国家无太子，特别我人的王庙9月了，国家1礼拜会生。你若是你人要拍呢，天开啦，过1礼拜，我人的王庙若是生大波，我人出钱噶咯。特别我人的王若是生查某，你若要替我人国家，你做你替啦，我人无拍插。有影过了1礼拜，伊生一大波，就生大波了啊！伊人拍钱啊，小拍，大家就拍，特别拍这边啊，因为虾米说，王把你王，伊惊把你这生乜嘢啊？所以伊人个顶头去拍，直接拍，直接输，但无直接拍，直接输，拍到2-3日了过了后，伊人去找王庙，伊讲王庙的王庙。我人直直捞啊，直直拍，直直拍输。了到咧安怎啊？这只桥再无讲，伊朋友死了，了这王庙只甲这个minister，甲了隆重去伫桥，去这个白桥的位。我讲下这白桥，伊讲 ，Noble Sir 先生，你朋友你王死了。死了有2-3礼拜了，我人唔敢讲互你听，惊讲你笑甲你朋友，你本身讲broken hearted，心上真苦，所以我人唔敢讲互你听。今日我人讲互你听，你朋友死了，今日王鸟生一个大宝囝，特别伊把你出事，隔壁王要来争这个所在。若是讲啊，今日
这个国家你朋友无了，正这国家是你的，甲这个台主的。了你若是好朋友呢，你看啦，安怎拍算？假是你阿甲拍袂过，这个囝你本收拾去啦。了拢总个人本再导航啦。了这个囝无法啦，较济若是小拍，伊人在都做这台主事。啊，就安尼讲，你拍算，你看这只白枪就安怎做？引起这台主压去下底头壳 ，and then 再来敲，啊，到敲了，伊就再讲伊个责任就要来老安就要来拍，啊，到老安了放在头壳了，伊个放互伊阿妈，互伊妈抱好 ，and then 伊人做这只枪，互伊想要去小拍。甲达这只枪呢，走出这个王江，伊是叫做white elephant，伊是食过啦，所以论来下钱啊，伊本直早起撞到，入去狼人的下门岛，咱去找正迄个王，了王用走来，你下钱买对袂到，伊伊就走来一头下底人的头壳，这人要抬伊这。你王死，特别伊唔好抬，伊是不好命来，伊唔好抬，唔好抬了，了这个桥就讲啊，唔通看衰这个台主，他那你就要顾好好，所以放伊走，就放伊走啊，伊人是退兵了啊，所以这个桥。甲这个台主要来顾这个国家，这台主大，这台主是是咱的布达菩萨来出世，所以医生来顾这个，就是讲伊是保密要来顾这个把这个生活，所以这台主把这管这个叫做boundaries 管甲真正力度真好，所以伫这边你看一只枪。伊阿爸伤了呢，咱伊顾这个人，顾了佫不要紧啊。伊知讲伊老了，伊佫催伊囝来斗顾，伊个囝佫是宝物件，甘愿一心来斗顾这个物件。所以你看这个禽兽啊，伊个情烧甲真正长，无像咱这弟弟安尼。这个是一项呢，他那我要讲过一条的，过一条的故事就是讲啊，这个人呢，你看真正恶毒，安怎恶毒？我讲你听，较早过一时啊，有一个叫做 Benaris， 不是 Benaris 的台主，真正歹，昂人歹要吃，伊若是叫人啊。伊骂错话了才叫人，了做啥物物件？伊拍人去做，了无一个人使用伊，伊真正错了过，歹过真正无理由的物件。所以大人看，哎呀，这款的物件，别人若是做王啊，那是真正惨。所以自己掂无掂，伊人安怎做？想看，自己你要去撞个幸福港。了这你知啦，一个台主要去撞伊这个隆中的王江的人，我高调调。特别这个大人无事干，伊安怎做啊？拄好去撞伊点啥？起风落大雨，落大雨了，你港这幸福港一下啊就淹水，迄条是人讲，放我死啦！所以安怎做啊？人个看见来到个江的当啊，塞落去，这个台主对水流，佢在时个人做伊塞落去，你在印度那是落雨时啊，啥当作阿未这啥这高沙点啥啲落雨啊，落到几那暝子无下，咱淹水。咱的菩萨住伫一个所在幸福港的位，有一间厝仔，尼看水伫流这物件，
咱你看到一只鸟鼠，伊刀下手只鸟鼠，伊有一只rap 是啊，茶白，了是做船了呢。所以看到一只鸟鼠，伊救一只鸟鼠，可以大啲个船。第二个伊行看到一只蛇，伊掠。这里若是饮水的时，人看工啊，蛇啦、鸟鼠啊、野工啦，真一少，我古时大把项啊，我会记一个感本啊，饮水啊，因为落雨2礼拜无 stop。And then actually 一个夜站们淹过的夜站，我人去看咧感本，无感本，拢总是咧，一看到长尾呢，把你才知。所以叫做这个野工啊，这鸟鼠甲一只蛇，咱你看一只手掌刀，咱有这个一只parrot，这个是英国鸟，本来浸到之水。咱一救这个英国鸟起来，咱后头咧半暝要倒来时，你救这工的物件，一看到这个太子伫后水流，咱咧就渐渐做救命，所以去救这个太子来。所以伊船有伊家己鸟鼠、蛇、英国，甲一个歹的太子外。咱买来一直กู้去到伊所在，你救人啊，伊无像咱啥讲咱救这物件，咱就放伫大位了，好了，无啊，伊救了无要紧啊，伊过几若暝日，你这幸福港若是饮水啊，饮到上过日，所以救了伊煮物件，伊放好这食，这鲍这物伊夹好这蛇甲鸟鼠。甲一个英国鸟，after that， 伊才告一个人，虾米时伊做安尼？伊想蛇、鸟鼠甲英国鸟是真正较假物件，伊人未晓这个物件，所以我告伊人，了人较会晓的，我较慢告咯。但这个歹的这个太子就讲，伊看衰我，鸟鼠甲蛇一个，鸟一个。我一个人伊无顾，伊讲下咱伫心肝讲，你看伊看衰我，后过我若是做王，我要假死咯。所以安尼救了3、4日，伊顾这物件，顾到这水凉了，安尼这蛇讲伊要转，伊要走了，放伊转，安尼鸟鼠讲要转了，但伊也无转的时，一个鸟鼠甲一个蛇。迄条啊，禽兽会讲话，但是通人来讲人讲安怎你讲呢？你照福建的再来 ，certain times the condi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animals 有当时要来往，所以这蛇讲，先生，我唔是巧的人，我有400million大啲一个工，了你若是后过要欠用钱。你来找我，我要这400 million要好路。咱这鸟鼠本讲，我本有300 million，我大啲一个工，了你若是买，我好路。了这英国讲，先生，你若是买，要欠用虾米鸟只米，你讲互我听，我发一声，我有5000只的鸟，去教人的物件，你切啊！唔使惊，几百包我本会好咯。了这个太子讲，把这我来做，我来找我好咯，足够，好咯，足够，好咯，虾米你唔知，确定我你再讲，我再好咯知啊，好咯，足够，好咯够日。所以自己呢，一条底去下面伊去讲我这蛇听，我欠用你。他咱咪讲啊，虾米事伊人来出事做蛇鸟鼠，会记无不大讲啊，要断开的点声，伊是millionaire来，伊要断开的点声，哎哟，到底港币400 million红的位啊，拢总是我位。then 伊要断开的时，伊调到你物件，伊去出事做蛇。个迄物件，迄个空甲了拢总是伊红伫遐边个位。伊鸟鼠本是上，
That's where 一个 the last minute 到你接觸下面，你談下面物件。有個人接觸嘅嘢累，但你要死嘅時，伊無做半項，伊做鬼，掉喺地下邊咧，挖掉你物件，伊拍咯，伊冇你睇。Especially 人叫漢都拉呀，有人患難就去吃漢都拉呀，你知啊，上日你去班啊，砰一個巴肚來，你唔知到你來，所以這個是安尼，我是講你聽幾項。所以自己到底去問啊，去看循環，我這做 anytime， 伊講無我是來循環，伊講 anytime 我袂來。你去抓唔講安尼，英國只唔講安尼，你去啲本地歷史，或者是本地歷史，即個派人做王了，就做王一回看到哦，只可叫做聖人啊，伊看數啊，你知無？伊叫只人講，伊叫個人，即個人掠去啲城外。規個不間，嗰啲屍體落摔了啊！啲就拍到出個城外，針頭去死。你看伊咋？因為假死人呢？呢這個咱嘅菩薩呢，你做啦，拍，啲摔，啲拍，啲摔，啲拍，但係伊無效，伊漸笑下面啊！人講嘅話真正對。人講嘅話真正對，會救啥物？會救四卡人，唔通救無卡人。你咁講安尼話，會使救四卡物件，唔通救無卡物件。人啲說啲拍伊無咧，簡單念一句，咱在人看啦，哎呀，這個聖人，你人啲說，你冇來啲點念咧，你冇來人講。哈咪說你講安尼物件，即個對啲大陸安怎也唔對。伊講啊，你買來伊只講，飲水嘅點聲，你人會記無？啊個舊年嘅點聲，我救着伊。你人就會記，伊人到底水還有水，我救伊。後得救伊了，講啊，後個你若是做，你若是來問的，你來找我好你足夠啦。今日啦，我就在主角是蝦米啦？啲說，啲加，啲拍，每人看，這個聖人是多容易。今日你來拍啲蝦米啊？人心歡，本正人無事介意了，這人心歡了蝦米啊？規個國家攏總反對伊，伊坐啲聽話點聲，人家寫錢。拍伊死啊！花伊規個即個王將寫互人看，咱掠即個菩薩升做王起來。所以你看無啊？人講啊，你無情嘅人，你救伊啊，你害着你家己。然後天修本呢，咱本來伊只做王了啊，即個咱嘅菩薩都去找即個抓。這個抓可以400million， and then 起這個一條啲做這個暗坑，這暗坑用這寶物件個了做可以大啲這個暗坑 ，and then 往過伊400 million 接未了開可以 ，and 這個鳥鼠本是想做這個 gauge， 真正需要用 crystal 啦，用這寶石啷種做可以，學這個鳥鼠 ，and then 這個英國伊本講啊，然後一過這英國，這英國發一聲了，幾拿百包的米來，所以一過這個三項，然後after過這三項，然後伊就講，佢條嘅點聲，伊講我是一個Brahmin 的修行，然後這個惡嘅態度是一句Devadatta。反對，達個一樣都就要衝突。這個就係啊，薩利布達是抓，薩利布達是咱佛的大道地，伊是抓，佛條點聲，伊人把路只啲起來，啲做菩薩，有時是做唔到，做到禽獸。
人这个鸟出是就是蒙个人拿出来，所以你看人这拢种规顿去大路规顿，咱的菩萨是做一个人，所以你会看，那是讲起来啊，有当时禽兽啊，较因带真才拿咱来回向啊，所以咱徛起来坐落本会使 relax， 要多念。Idang menyatinang hutu sukitahon tunya tayo idang menyatinang hutu sukitahon tunya tayo idang menyatinang hutu sukitahon tunya tayoแล้วหวังกองสิงเบงโซเดตล้านนาคิตาโลลองจง平安เอตาวักตาจามฮีสัมบตังปุญญสัมปดังสัพเพเดวาสัพเพสัตตาสัพเพบุตตาอนุโมดันโตสัพพสัมปติสิทธิยาSadu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budd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sangk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ลองจง平安